大家平安出头天，我是讲推。阮阿嬷食老死啊，阮阿公食老死啊 ，Carrie Fisher 食老死啊 ，Alan Rickman 食老死啊 ，Leonard Nimoy 食老死啊。毋若遮个咧，阁有成百万、成千万个咧，讲一个人食老就死。所摆咱通推论讲，人定着会死。论真讲，安尼推论也无下理路。即个世间有真侪人，咱也毋捌，也久敢有迄款袂死的人。咱直假通讲，人大面会死，总是迄人袂死的咧，真够胆毋捌看过。人会死的咧，足侪，是极有力的证据。遮所讲的大面，几率足悬。要讲人百面会死，嘛是讲会得过。安尼先看足侪例，为例内底来找到规矩。即款推论的法度，叫做归纳。若是颠倒摆为规矩起推论某一个例的性质，迄叫做演绎。搁看一个例，物件放手，伊会落落；物件放手，伊会落落；物件放手，伊会落落。咱就归纳讲物件定着是会落落。搁来通演绎，物件定着会落落。月娘是物件，月娘会落落。事实月娘伫天顶好好，也无落落来。咱知影演绎迄边袂顶担，要顶担就是伫归纳迄边。咱就较巴结咧，甲月娘的咧放入来，搁归纳新的结论，讲即个宇宙有动力，为动力起，通演绎火星的轨道、木星的轨道。若有影去观察因的轨道，就知和演绎所得无各样。所以，咱对即个归纳来的规矩信心就哪知，通用伊演绎别项结果。即个过程叫做科学。可见科学毋是一阵知识的集合，是利用归纳得到新知识，利用演绎论断新的例的性质，落尾观察所论断的性质是对是毋对。若毋对，就修改进前归纳的结论。安尼的过程才叫做科学。数学无要用归纳，简单有要用演绎。毋过有一项叫做数学的归纳。设使有一条命题 π 和一条自然数有地带，咱要证明凊彩一条自然数 n， 拢通互这条命题成立。迄证明的法度是安尼：大先检查 n 是质的组合，质的 π 敢有成立？第二，准讲 n 是假的组合，假的 π 有成立。想办法去推演 n 是假加质的组合，讲若是假的 π 有成立，假加质的 π 嘛就爱成立。第三步，为 n 是质开始，因为质的 π 成立，所摆2的 π 成立，因为2的 π 成立，所摆3的 π 成立，就通讲，毋管 n 是偌济 ，n 的 π 拢成立。来看例，咱要甲自然数3天，为质列质到 n， 咱甲迄总共的额叫做 n 的 c， 这有紧快的撇步通算，就是 n 的 c 平平 n 乘 n 加质分互2。用数学的归纳来证明，大先检查 n 是质的组合，质的 c 就是质，平平质乘2分互2，可见有成立。第二步，设使伫 n 是假的组合，假的 c 有影是假乘假加质分互2。来看假加质的 c 会是啥物？假加质的 c 就是为质列质到假加质，通先为质列质到假，再甲假加质添入去。可见
加加一个西，边边加的西，天加加一。进前讲加的西是加先加加一分互两。小整理一下，加加一的西，边边加加一先加加两分互两，就是有下咱要爱的形。这个命题伫加加一的组合有成立。咱就讲按数学的归纳的规矩，毋管 n 是偌济 ，n 的西就是 n 乘 n 加1分互2。真足想，这数学的归纳所用的3步，敢若头一步是在看例，第2步、第3步拢是演绎。事实，数学的归纳毋是归纳，是一种演绎。再来看一个例，要来证明全世界的牛拢同一个色水。大先爱甲这个命题用数学话来讲，互伊含一条自然小地带，才通利用数学的归纳。检采一个所在有 n 遐侪只牛，逐只互伊番号，番号是0的牛，伊的色水叫做0的西；番号是1的牛，伊的色水是1的西。上尾迄只，伊的番号是 n 减1，色水是 n 减1的西。要讲因拢同一色，就是凊彩掠2只来，色水拢相像，通一对一对来检查。甲这个命题叫做 n 的倍。要讲全世界的牛拢同色，就是毋管 n 是偌济 ，n 的倍拢成立。当要来证明伊，大先看 n 是1个组合 ，r 就是0，b 嘛是0，的确0的西平平0的西，所伫1的倍有成立。再来，设数加的倍有成立，就是讲一个所在若有加遐侪只牛，逐只色水拢相像。看 n 是加加1的组合，要爱互加加1的倍成立。当有加加1遐侪只牛伫遮，有原是编排因的番号，看摆伫头前加遐侪只，就是番号0到加减1遐的牛。所剩的迄只番号是加，甲伊牵去边头。当即个所在剩加遐侪只牛，所伫因的色水拢相像。其中一个例就是0的西平平1的西。再来，甲番号是0迄只牛牵去边头，番号是加迄只牛牵倒转来。即个所在由原有加遐侪只牛，所伫因的色水拢相像。其中一个例就是1的西平平加的西。牛在行路，伊的色水也袂改变，就知0的西平平1的西平平加的西，安尼就是逐只牛色水拢相像。可见加的倍若成立，加加1的倍嘛就爱成立。按数学的归纳，毋管 n 是偌济 ，n 的倍拢成立。就是讲全世界的牛拢同色。事实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咱凊彩就通找到无同色的牛，到底迄证明是倒位颠倒去呢？留互恁做小弟去斟酌。今仔日讲到这，感谢收看。若有意见请留话，咱后回线顶再相会。